咱有研究过讲，所有健康长退休的老人，吼，其实有的人嘛是食素，有的人是食肉，吼，有的人足早就起来，有的人困到足晚，因拢有可能会长退休哦。毋过吼，这个人吼，长退休的人拢有一个共同的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讲，因这个人吼，拢是因个腹肠真开，吼，伊个心肝吼，拢是足有量的，吼，个足善良的，吼，个性吼，拢大家好来好去，即种人，应该会长退休吼。但咱像讲，即种无可能讲一个长退休的老大人吼，逐工即受气的，脾气足歹的，无可能。即种脾气歹的人吼，我来咱台人，我过来台人吼，我学到一句话，因讲厚紧袂起身，就是讲吼，我毋知头仔听无吼，伊讲即厚紧的人吼，伊就是身体都袂好。为虾米？因为咱若受气的时阵，咱的体内就会产生足侪毒素，即种毒素吼，伊就会互咱的迄个血液吼逆流，流得很不顺畅吼，互咱的血咧流得无顺，吼，咱就会用足侪咱的身躯有足侪迄个能量哦，就是讲咱的气吼，咱若用来受气，咱一个受气了，吼，你会感觉你若像是一粒鸡龟无风气共款，咱就足忝的，吼，尤其是老大人吼，你若真做讲受气一解，你一定会感觉心脏无力，头壳痛，吼，困袂去，什么病拢会来呢？吼，所以讲，咱若要爱身体会好吼，就是爱迄个，就是迄个脾气好，袂使受气，吼，再来就是讲爱足骨力。老大人吼，袂使规工倒倒弄床哦，袂使坐单等食饭，吼，爱较骨力，吼。阮一个不管讲你去做事也好，吼，也是讲你迄个去运动也好，你就是爱互家己较无用的，毋通规工阴生生。吼，讲到即点吼，我迄讲到无无，我大家官吼，伊足成功的。来，妈个爸吼看一个来，拍婆拍婆。吼，阮公公个无，伊拢种菜互阮食。吼，每一工吼拢是去菜的吼，无用这无用迄，逐工就足无用的。吼，所以我感觉讲因拢逐工吼拢有足侪代志好做的。我妈妈拢讲我足忝的，我今仔日去互做啥物去烤草，去做啥物足无用安尼吼。所以吼，阮每一工吼，阮兜有水果足侪项的哦，有20种的水果。吼，凊彩嘛足侪，阮拢转来厝摕，拢毋捌咧外口买。所以吼，我会足感谢阮的公公甲婆婆吼，因两个拢种菜互阮食安尼吼。所以讲吼，老大人吼，有若真做讲恁只要有活的，迄对囝儿是侪拢足有效的呢。你看，毋免买菜，吼，刚好有啥物代志吼，会转来参详吼。大家拢嘛足好个啊！你会感觉讲，吼，阮的爸爸有够好个啦。只要伊有伫咧活咧一工，阮拢是足快乐的一工吼。所以讲，咱老大人足有路用的呢。所以毋通吼，袂使讲感觉家己无重要吼。脾气就足好个，你就是迄个囝儿是势福气啊吼。再来就是讲吼，我迄天咱电视有报讲。一个107岁的老大人吼，伊咧出来电视上咧瑜伽呢，吼，伊咧讲话足好笑啊！伊讲我学瑜伽的时阵哦，足少岁，我才69岁就开始学啊，吼，伊就是吼，伊逐工拢真无闲啊，因为伊开一间迄个养老院吼，专门咧一寡照顾一寡看病的老大人，即摆伊逐工起来拢真济哦，吼，真济有时就想看讲吼，伊阁会当为这个老大人做啥物代志？伊这个人就是心肝足善良的，伊的心肝内拢是想着要去安怎去爱别人，所以吼，你看伊家己107岁哦，身体阁足好的，吼，伊吼，迄天吼，伫
伫咧练瑜伽的时阵啊，因为平时我有咧练嘛吼，啊，逐个聚会，啊，伊咧讲话真好耍哦，伊讲我107岁，啊吼，我拢无啥物问题，我唯一的问题就是吼，我耳孔无啥来，啊恁吼，恁逐个若咧骂我吼，我拢无听着，啊，毋过恁若甲我学了，我一定有听着。啊，所以讲吼。 即个阿婆吼，伊已经甲107岁，啊，佮活啊真快乐吼。啊，伊就是为虾米伊拢上好诶？伊拢袂去想着讲吼，别人咧骂我，伊拢讲你若骂我，我听无；啊，你若甲我学了，我拢有听着。所以讲吼，即摆是咱学诶，咱爱去需要家学习诶所在吼。为虾米讲伊会当活到107岁，啊，身体阁遮尔健康吼？啊，所以讲吼，咱人的情绪实在是最重要的吼。比如讲，咱50岁开始，咱的像讲咱的血开始落吼，啊，咱的脉吼、心脏啦会更开始硬化。差不多一年哦，差不多硬1%至2%吼。啊，若较无咧保养的吼，食薰的啦、食酒的吼，3%、4%，你大概差不多爱经过。 吼，差不多10年，啊，甚至几十年，伊才会硬化呢，才会真正会塌起来呢。吼，啊，毋过吼，咱若做到讲受气吼，有可能咱的迄个血管痉挛、救紧，规个拢塌起来，啊，就会死亡。所以讲吼，即种情绪的影响最厉害哦。你若像顶个报纸有喊讲，伊有一个迄个美国的。 一个妈妈甲因囝咧冤家，啊冤家吼，因爸爸为外口入来，吼啊因囝吼，毋知迄时阵毋知食毒还是啉酒，怎举倒甲妈妈拄落去，结果因爸爸吼看到了，惊一个全倒落去，结果伊就是死亡了吼，爸爸，结果有去甲伊个媳妇有甲伊看卖。 结果伊个血管嘛无停去啊，迄就是安怎痉挛、救紧、救起来，啊，就死亡。所以讲吼，即种情绪的影响真大吼。咱吼安怎讲去控制吼，咱莫受气吼。即种的吼受气是对咱的身体是迄个身体是会做损害的吼。佮吼像较简单的，咱若讲有时啊，你嘛会发现讲，边仔的人哪会差遮济吼？ 就讲像讲，阮伫阮遐附近有一个人哦，爱去检查，伊讲，像去体美检查会款，伊讲肝癌，已经10几公分啊，吼，即摆伊就讲，我大概是死路一条啊，吼，人就甲伊讲你啊吼，既然你着肝癌，你饮食爱改变吼，安怎开始安怎食，吼，就开始生迄个有机的饮食即套就搬出来啊，吼。 结果，吼，你着爱食青的菜，吼，就开始安怎运动，吼，伊拢照做哦。毋过吼，咱人愈来愈瘦，有没会花去啊？愈来愈瘦，无偌久哦，吼，伊就一直想讲，这着肝癌，大概是无救啊。吼，个有一天有人甲伊讲，毋知应该吼，搁去验看卖，吼，着去迄个亲病哦，去互迄个医生，搁另外一个医生来检查，医生讲。 对，你有撞着，毋过你这是良性的，绝对毋是肝癌，你这绝对袂死。吼，伊听着了，开始讲我真正我毋是着肝癌吼，伊就讲，伊讲毋是啦，只是一种迄个囊肿吼，肝迄个肝的囊肿，迄是良性的，迄袂要紧。吼，伊转来开始会食会困啊，吼，足紧就好啊咧，伊阁活到即摆阁足好诶，可是吼，伊也是。 伊若莫讲吼，搁去检查吼，伊一直相信讲伊是肝癌吼。我看即摆已经毋知阁有一个无，因为嘛毋知影吼。所以讲，这咱就是咱的情绪吼。你看情绪影响咱的身体非常的大吼。所以讲，咱若像讲咱迄个啥物代志哦，你就是爱保持较好的心情吼。我感觉讲，你所有像讲即摆。 足侪人拢有咧抗癌俱乐部啊吼，所有迄个抗癌成功的人吼，
伊拢毋是甲伊讲我是食药仔好诶，伊拢会甲伊讲吼，我的气功好诶，我饮食好诶，还是我是安怎好诶？做汉人人甲我讲我是食药仔好诶，为虾米？迄食药仔根本就无啥会好诶，因为迄是食药仔嘛是一种伤害啊吼。你像迄个基比迄个脑科的医师，迄个许达夫医师啊吼，伊就是着迄个大肠癌嘛，伊着伊着开始有做一寡迄个电疗佮化疗，毋过伊无开刀，伊嘛无爱食西药，伊是食日式西医啊。伊嘛是感觉讲伊无爱食，伊无爱用即套的方法，伊就是开始运动，吼伊认为互家己莫较忝，伊就每一工拢家己几点钟的2点钟以上的运动，互家己休困，做一寡家己欢喜做的代志，减少上班的时间。伊迄个肿瘤无开刀已经无去安尼。所以讲咱人的咱的免疫能力咱就是有家己的抵抗力。咱若莫互家己较忝搁迄个心理足快乐欢喜。我感觉啥物病拢袂来，若真正来嘛就紧会来好。伫咧临床我拢感觉讲有2种人上容易破病。第一种就是伤过头忝。已经忝到超过咱的身体体力范围，比如讲加班啊，一工做10几点钟，安尼长期落来，咱的抵抗力已经就真歹，咱的体力已经拢透支所以讲即种人伊就假使伊若有啥物病，伊就拢无抵抗力，也是讲慢慢就会变成迄个有大病病起，另外一种人就是即种。无快乐的人，无快乐，伊就是，比如讲，像阮厝边有一个阿伯，伊的囡仔读高中的时阵去用相拍冤家，去用毒死，一世人拢一直咧看伊，讲伊的囡仔安怎咧，较讲即件代志，伊拢无法度将即种无快乐的代志甲伊带去，搁有像讲我患者伊迄种。有一个心脏介歹，逐个来我拢看伊足忧愁的，伊拢甲我讲，伊是我当时甲你讲，我会变即个病我是因为足惊心的，因为伊土地向霸占去，我讲土地霸占去就已经足可怜的你搁破病，毋是愈可怜吗？伊讲我嘛知影毋过我就是足硬的所以我病安怎医就袂好。所以讲即种人就是伊的心理无平衡，所以讲伊就想袂开，安怎想来想袂开，所以即药安怎食就食袂好。这嘛是我感觉讲安尼嘛是可怜的人呢。要安怎讲咱家己上会开真正讲咱每一个人无可能讲你拄着的代志拢是快乐的代志，毋过咱会晓去调节咱的心情比如讲。我常在我是一个查某医师上济患者就是来咧讲阮的翁少年我甲伊拍拼几十年，即摆40、50岁，去外口交查某，无爱伊转来，无搁甲我的钱摕互伊，伊就即生气，搁生气。我讲你做爱恁翁吗？我咧爱伊，我就是足毋甘愿的。伊讲每一个人甲我讲，我足毋甘愿，我根本无咧爱伊。我看伊要去倒的时阵，伊讲，毋过我就是足毋甘愿的。你敢知影即句毋甘愿我讲，你毋甘愿，结果你敢有较好吗？逐工就咧困袂去，逐工就气心落命安尼我看伊愈来愈瘦安尼困袂去一天无看，会差遮济安尼我感觉迄拢是咧伤害家己这就是想袂开啦所以讲安怎咱家己来想会开，不管你做医师安怎来去，拢无效，咱别人安怎甲去无效，迄也做迄个知识上的劝导，迄无效。伊爱家己去想会开2年前我有甲恁讲过，有一个做迄个慈济义工的妈妈
伊是咧捡破烂，逐工拢咧捡粪扫就是安尼过生活。伊的翁中风，伊的迄个囡仔是一个低能儿是头壳无啥好的。逐个拢会感觉讲你足可怜的，恁的翁着即个病，无法度饲你，你这么济，恁的囡仔搁安尼，你着爱逐工去迄个收遐纸批来卖钱安尼，咱感觉伊足可怜的。伊着讲袂阮迄个翁够好呢，逐工拢伫厝内，拢袂拍走呢。我迄个囝足乖的呢，我叫伊往东，伊拢袂往西呢。所以讲伊就是安尼想拢是种想快乐的代志哦。连即种的家庭，伊就会感觉会当快乐啊。恁敢有比伊较无快乐吗？所以讲伊就是看咱安怎想啦咱来当来想讲真快乐，安尼咱就感觉讲身体就会好。所以讲咱人若讲你只要你的心情若好，你的抵抗力就会好主要咱看什么代志，拢嘛看咱的心情你今仔日心情足好诶，你看啥物拢足好诶，你的心情是感觉无好别人讲一句话嘛，你插着你，看啥物拢袂顺安尼你像讲即摆选举都要到之前恁个总统选举的时阵我嘛遮拢甲讲因爸爸选举的时阵足受气的，因为伊个但是你当选了，去一个转中风，我规工就死亡。我讲真济有诶个讲，过来下个甲我讲因爸爸有诶中风死亡，有诶是中风，有诶就佮讲安怎冤家安怎我感觉讲即种诶无啥物人着拢我看伊若认真做就好咱就毋通一直想，一直爱啥物人中选，咱能够加到有希望逐个安尼足气诶，真正就安中风佮死亡，我感觉安尼是伤过头迄落所以讲咱逐个爱调节咱家己诶心理莫互伊伤过头，莫互伊伤过头激动安尼你若讲咱要安怎讲，互家己有较好诶心情。就是讲，咱爱正确对待家己。你莫讲，我做人的老爸呢。伊就阮囝拢爱听我的，伊若无听我的，我就足受气的安尼这是一种的老爸伊做是大人，伊就讲，你拢爱听我的，我上大另外一种就是讲，咱食老咱莫共管咱这，咱这食老无路用啦，莫共管安尼即种的两种心态拢无啥对啦，因为咱就莫共管了伤济，嘛莫讲去自卑啦，或者含慢啦，人拢无爱我安怎，嘛莫安尼想啦，安尼你就会真稳住啦咱莫去甲人比较讲，人隔壁迄囝一个月偌济互因嘞，阮囝一个月才偌济互我，人隔壁迄过年红包包偌济呢，我才收着偌济尔，咱莫去比较，每一个人迄个情绪无共款咱莫去比较，咱着爱对待咱着爱正确对待家己，正确去对待别人，咱对别人爱好，爱有对咱的社会爱有感恩的心情，你若感觉讲，你拢去甲别人拢想好的，有感恩的心情，即个社会咱嘛感觉讲，虽然是有这政治有一点乱，毋过你会想讲，咱中国有历史以来咱即摆的生活是上好的生活呢。你看古早你若读历史，你就知，迄皇帝来受气苏联九族呢，九族拢爱抬轿呢，袂像你即摆陈水扁做总统，逐工咧互骂，较早才会骂你吗？你就讲，你爱想着讲较早莫讲即摆莫比90几年，比40几年、30几年，民国30几年的时阵40几年的时阵你看的生活甲即摆就差足济嘛所以讲咱爱有
感激的心，咱会感觉讲哦，咱即摆已经过真好的生活，也莫批评，也莫骂，咱就爱想着感觉讲拢家上好的。以前吼，我迄个有看过，阮做伙运动，有一个迄个南美中的老师吼，伊咧是一条歌人，伊就是逐工吼拢有咧练瑜伽吼，伊讲身体拢调啊真好，伊迄个到即摆已经差不多1、20年拢活了真好，伊就有讲吼，伊就咱讲，你若要爱身体好，还是讲看病人你要爱好，第一，你的心情爱好，心情你爱有感恩的心吼，去爱别人。假使你的心情若无好，你不管你食啥物药啊吼，还是做啥物运动，拢袂好。吼，伊讲心情第一，吼，搁来饮食第二，搁来运动第三。吼，这饮食嘛最重要。你比如讲你是有糖尿病，你逐工摕饼来食，吼，还是讲甜的糖仔一直食，我看迄食啥药啊拢无效的吼。搁你若讲像有腰子无好的人，搁食足咸的，吼，迄药啊安怎食，还是讲你安怎运动嘛拢无效呢？所以这心情第一，吼，搁来饮食第二，药啊第三，吼，所以讲吼，这种的，其实咱的心情是上重要，咱的生活就哪像一阵行，吼，你对迄个行笑，伊就甲你笑，你若对迄个，你若骂迄个行，迄个行就甲你骂，你若对伊哭，伊就甲你哭，吼，所以讲，你若是真欢喜嘛是过一天啊，你真无欢喜嘛是过一天。吼，咱活咧应该是爱，毋是干那贡献咱社会尔，咱嘛爱享受每一天咧。所以讲吼，咱嘛爱快乐吼，对待家己吼每一天拢爱来想好较快乐，因为共款爱过一天啊。你无欢喜嘛安尼过，欢喜嘛安尼过，咱来无爱互欢喜，咱来无爱去享受咱的生活，要互伊艰苦对无？好，有的人吼，因为我做医生吼。安尼遮久，我看过的人只种不浪漫的。迄有的人规工拢猪头甲面吼，拢通讲伊拢想袂开呢吼。实在感觉讲安尼也是真可怜啊。毋过不管你安怎来讲，伊嘛是想袂开。即个结安怎就透袂开？吼，你若讲心情若无好，你山珍海味食嘛无滋味。吼，你一个蚊床。佫6万块互伊困，嘛是变来变去困袂去，吼所以讲，会变做讲迄人生吼，足无意义的啊。要安怎讲？咱所以讲要安怎互咱家己会快乐？有3个快乐。第一，助人为乐，帮助别人，吼。即种帮助别人，我一定爱做侪钱的，出做侪钱的，你才算帮助别人啊。吼，比如讲。吼，咱来遮，还是做义工，吼，还是整理遮个环境，互别人感觉足舒适，嘿，即嘛是一种帮助啊，吼。搁你今仔日足有钱的，你吼，摕去帮助别人，吼，你嘛是一个真大的快乐。看免吼，后天迄落囡仔咧分财产，搁拄啊冤家。所以讲吼，会当帮助人吼，这是真大的快乐吼。搁来知足常乐，吼。咱就爱知足，咱就感觉讲哦，我安尼足好诶。虽然我的囝吼，毋是足够趁钱啊，毋过吼，阮就是一个月阮有6人年金，阮开几千箍，安尼就会过日子啊。吼，毋免食足好，嘛毋免穿足好，就逐工心情快乐，安尼就好啊。咱就爱想足好诶，咱就讲，安尼我就足满足诶啊。不一定爱出国去旅行啊，倒去台湾行行嘛袂歹啊吼。不一定讲爱食足好啊。我感觉讲，蔬菜便饭嘛是共款安尼食，嘛是真好啊。我家己做医生，我嘛是安尼想的。阮嘛无食比你较好呢，我是生活愈简单愈好。吼，咱个厝里嘛免买愈侪物件，简单就好。你吼，你有足侪物件，你一直去保养，你穿即件即衫足高贵吼，你足惊伊家高着啊，还是惊伊去用迄个去搞着吼，我感觉迄真艰苦。你挂船啊，佮惊伊笑向倒去，吼。